屏东潮州的地漂公村圆环，去年负责交通部列作是需要改善的危险路口。本体屏东县政府是准备要将圆环拆掉，改善这车路漂线，也搁护持。不过，虽然传出讲地方民众唔敢反对声音，网络顶头投票有9成的民众支持保留圆环。即马是要拆也唔拆，县政府准备要将方案送到道安会议进行讨论。 对这边看，两三个路口拢有车线线咧出来，但是奥多拜甲汽车相争路线无要相让。另外这边奥多拜伫边仔等几步，找无旁通好切入去。潮州的公村圆环因为欠缺车红灯甲标线的指示，常常发生交通事故，红列做需要改善的路口。官府原本过年了后要拆圆环啊，但是即摆暂时无要动工，因为地方有无共款的看法。现在的车流量真的有点大。 然后再来是大家对于圆环的规则，其实在我的认知上，其实大家对圆环的先后使用的方式，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。因为其实我有段时间是走路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害怕。可以保留又可以减低肇事率的，当然是最好啊。 因为公村圆环是连接外县市、外乡镇出入潮州的重要路口，车多佫欠缺配套措施，才会常常有事故。官府表示，原底就有规划拆甲卖拆两个方案，考虑降低事故的比率，才会决定要拆。现在地方有意见，因也尊重，邀请专家来规划，才送过道安会议来模拟。我的方案跟那个小编的方案，其实稍做修改或调整，又可以达到改善交通的目的，两全其美。 我们是乐见其成。哪天停电，或者是号志莫名其妙被发生车祸被撞倒了，我没有号志了，我号志不能运作啊，怎么办？啊，谁要停谁，谁要让谁，这又是一个问题啊！啊，我圆环都不一样啊，我圆环即便我号志挂掉不能运作了，民众就乖乖的按照圆环的落实规定去做。 民众讲，附近的小林滨圆环重新规划车道甲围线了后，逐个月事故发生率减少58%。那会当亲像安尼，卖拆圆环，佫会当改善交通，是上好的结果。记者柯卡祖、邱朝阳、屏东采访报道。